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旅游，有民众试验发现到，若是用伫咧香港的 IP 境外位置，上网查台湾的饭店计数得较俗20%；若是用伫咧台湾的 IP 位置查到的电脑会较贵。有业者就表示讲，部分的饭店对无共国的人客，确实会提供无共款的计数，甚至订房的即个网络平台嘛，拢会对无共区域来拍折。部分民众用户 VPN 装置电脑，连接到香港 IP， 查询台湾2间饭店的房价，发现分别是7000外到8000外。啊，毋过切断个台湾 IP， 房价都正做9000外块到10000外块，差不多差2成。感叹为什么台湾 IP 订台湾饭店会较贵咧？敢是台湾人赚较济？有业者证实，有时阵饭店会对无共款目的地客源定出无共款的处价，是促销的手法之一。或许有一些饭店，它的客源可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比较多，他也希望他的欧美国家来的客源会比较多一点。那是不是也给予欧美客人来的价位比较一些特别的优惠？有可能。饭店业者透露，因为订房网站就抗敏性较悬，所以订房平台有时阵会针对无共款目的地进行促销来冲关销售量。这时阵房价就可能出现价差。旅游部落客是分析，用无共款 IP 的时阵，厝价有这么大落差，也可能是汇率转换有错误。有可能是平台本身的汇率的转换上可能有一些误差，或者是呢，有时候平台会常做一些活动，像最近港澳地区，甚至是澳门地区，针对海外的旅客来澳门住宿，提供一些可能高达50% off 的这个折扣，这个就是澳门地区本地的没办法使用的折扣。不同的连结，像是推广导购的连结，甚至呢，你透过 APP 或者是网站下单，都有可能会产生价差。那更不用说你不同会员等级本身的优惠折扣。旅游部落客认为，订房网站业者为促销计数拢是浮动的，除了限时折扣、地数无共款的时间、房价有无共，甚至使用无共款的看网页定式、网页加 App 拢会有价差。旅客若是有时间，引导方面来查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